由经济部专业出资兴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整体工程伫咧9月底完工。市长王伟特13日邀集相关单位前往视察，了解场馆设计以及软硬体设施。王伟特表示，未来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展览，将会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发展。这个地方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民众来看、来参加开会，或者是来参加展览的一个热点。那坐落在沙仑绿能智慧科技城的话，我想不仅是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可以跟周边的研究场域包括中研院、包括工研院、包括阳明交大，还有包括国家实验研究院，能够变成一个发展的轴线。那加上周边的这个3井 Outlet 的话，那我想会提供许多科技人士或者是一般市民朋友，包括观光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周边又有 K12实验小学，那这样的话，提供许多科技人士他们后代的这个教育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所以说，我想这个大台南会展中心应该是未来在沙仑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那沙仑是台南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我想说乐观期待，而且深切的盼望大台南会展中心能够早日完成启用。大台南会展中心展场基地面积52000平方米，为地上4层、地下1层的建筑。展场宽度12公尺以上，会当规划600个展览单位，还有1000人的大型会议厅，会当提供分隔使用。另外，也有中型、小型的会议室，会当满足各类项目需求。会展中心预计伫今年底正式启用。第一场展览2022台南自动化机械展，也将伫咧明年4月拍头登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在大家力挺。